继续关心，今年1月至5月，假投资的诈骗已经超过6000件。刑事局进前阁抓到诈骗集团假做野传投信，先甲被害人诱入来赖的群组，再搁透过因家己设计 APP， 互因会当去落单去操作，一直到被害人发现讲，那赚的钱无法度领出来，才知影去互骗去。短短半年来，就有38人互拐去，损失的金额有4亿。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未来投资应该怎么布局，才能够。无论外资还是国内投信高层，定定拍片分析国际金融趋势，慢慢无想到家己还是公司拢互有心人用因的名骗人。全身武装攻入去，掠到真侪查某拢去做诈骗，有人假做老师，有人假民众，伫咱的群组插入气氛，怪入群的被害人投资，提供落单的 app 嘛是特别设计。假做日商野传证券，为去年5月开始，敢若半年外时间，已经有38人受害，总损失有4亿元，就连退休的银行员嘛，互人骗去。该诈骗集团为确保稳定的人头账户来源，透过假应征工作或要求成员担任人头公司的负责人，开设人头账户及协助经营账款。并施予软性的监控，以防成员脱逃。公司名互人提去骗人的野村投信对专案无回应，不过强调诈骗集团功课敢若做一半，无了解野村证券是纯日商，不过台湾野村投信是合资企业，两间无共事业体。各位官网到社群拢一再发声明，提醒谨慎防止诈骗，嘛强调无落单交易的 app， 个人一该向所属的工会通报，至少有10位员工的身份去互人偷用。当然，那个群组当中的话，就会出现很多人，就是会实际上都是诈骗假扮的人，就会说啊，这里面大家跟老师赚多少钱，什么东西去诱拐、去加入这样。今年1月至5月，投资诈欺的案件，警方接到通报超过6000件，财损有29亿元。要辨认假投资专家指出，唔来面册广告，咱群组大部分袂使相信，若是一直叫你换新群组汇款，佮要求指定账户，佮袂当注明字句，种种可疑的行为，拢有可能是诈骗的警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